看吗？这种安个底调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英文我怀疑的 ，OK，Sorry， 所以你们如果听不懂的，我会 suggest 你们看那个 screen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年轻人在谈恋爱的，我们都知道哦，就正好在含梨花叫四顶山，然后他们是在函港关见面的。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开打，然后打下来的女生爱上了这个少年的这个英俊的这个薛丁山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们这一场函港关。情。